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悼念教宗方济各逝世；司政边巴次仁出席达赖喇嘛尊者新书讨论会；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喜马希尔邦藏人社区的访问。西藏人民议会要求国际社会彻查洪嘎多杰仁波切离奇死亡事件。爱沙尼亚议员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驻澳洲代表冈玛森格出席西藏团结杯文化交流活动。布鲁塞尔蒋扬洛培周末藏语学校庆祝第10届年度文化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罗马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方济各于本周一4月21号与世长辞，享寿88岁。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相续致函，表达哀悼，并缅怀他对贫者的关怀、对世界和平的推动，以及为跨宗教对话做出的深远贡献。达赖喇嘛尊者在文基噩耗后，于当天致函教廷驻印度大使里奥波多·雷吉利总主教，向全世界的天主教徒表达了沉痛的哀悼和衷心的慰问。尊者在调研信中称赞教宗方济各是一位以慈悲、谦逊和奉献一生服务他人而闻名的宗教领袖。尊者还写道：缅怀教宗的最佳方式，便是成为一个有慈爱之心的人，无论身处何地，尽己所能地服务他人。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调研信中赞扬了教宗的道德领导力，以及他对和平、社会正义和宗教间和谐的坚定奉献。他们还特别提到了教宗对贫穷人士给予的特别关怀，以及他积极倡导全球和平与和谐的呼吁。为缅怀教宗方济各的逝世，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与各部门公务员以及达兰萨拉的藏人民众于4月22号在达兰萨拉举行祈福法会，向他慈悲和博爱的精神遗产表达敬意。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4月23号与达赖喇嘛尊者的新书《为无声者发声》编辑图登金巴博士，以及印度前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迪利普·辛哈参加了一场网络讨论会。司政边巴次仁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称其是解决西藏政治局势的平衡与和平的最佳方案。他还指出，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地位是这一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政还谈到了西藏与中国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并指出，根据历史记录和现代国际法表明，西藏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还进一步赞扬了尊者将精神价值观与务实的领导力相融合，并表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达赖喇嘛尊者就为西藏人民做好了准备。而图丹金巴博士从他与尊者多年的密切关系中，对这本新书和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解读。同一天，司政边巴次仁礼节性地拜会了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及传统医学国务部长加达夫，期间呼吁印度政府根据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加强对传统藏医药和从业人员的持续支持。另外，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日4月20号对卡姆绕藏人定居点进行访问后，圆满结束了此次对印度喜马希尔邦首府西姆拉、卡姆绕和萨顿藏人定居点的访问。司政边巴次仁在卡姆绕藏人定居点进行访问期间，先后与当地藏人机构的代表进行会面，
并就土地租赁和定居点人口减少的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还宣布了为1800多名新近抵达印度的藏人提供住房的计划。司政在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讲话时，重申中间道路是藏人行政中央坚定秉持的政策，并强调保持藏人团结的必要性。他还向与会民众简要介绍了美国政府通过促进解决藏中争端法案、持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等议题。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于上周五4月18号发表声明，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对仁增洪嘎多杰仁波切在越南离奇死亡事件展开调查。西藏人民议会在声明中敦促越南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仁增洪嘎多杰仁波切被拘留和死亡的情况进行彻底、独立的调查，并如实披露调查结果。另外，爱沙尼亚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安蒂普拉梅茨议员和伊夫林普拉梅茨议员于上周四4月17号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驻伦敦代表次仁央金向来访的2名议员介绍了办事处的相关情况，并呼吁议员们在爱沙尼亚举办以西藏为主题的会议，并在议会中推动支持西藏的议案。来访议员们表示，他们热切希望深化对西藏问题的参与，并希望未来访问达兰萨拉，进一步加强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此外，约100名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西藏青年于上周日4月20号齐聚西南威尔士州的诺拉市，参加了第13届西藏团结杯篮球锦标赛和第2届周末藏语学校文化交流会。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冈玛森格作为主宾出席了活动。他在发言时称赞此次活动弘扬了西藏传统文化，并感谢家长和老师们的支持。据了解，澳洲西藏团结杯篮球锦标赛已举办13届，是澳大利亚西藏青年最重要的体育赛事之一。今年共有19支球队参赛，来自纽卡尔斯尔的球队赢得了本年度的西藏团结杯，而悉尼和纽卡尔斯尔的女子队则获得了冠军。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蒋央洛培周末藏语学校于上周六4月19号举办了第10届年度儿童文化表演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秘书长施列汪堆作为主宾，与数百名藏人一道出席了活动。来自比利时6所周末藏语学校的学生为本次活动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彰显了流亡藏人对保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遗产的承诺。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